好来，继续要来讲，未来一礼拜高压偏强，台湾各地拢真热。气象局针对着南投县、嘉义县市甲台东县来发布着黄色的灯号，也就是这个温度超过36度。嘛，针对着台南市、高雄市甲屏东县来发布着这个柑仔色的灯号，也就是连3天的温度超过36度，或者是超过38度。啊，即卖拢已经进入着黄霜雨季咯，但是这个黄霜雨。唔落就是唔落，讲要等到这个雨水，恐惊就要等到5月底。天气实在有够热，才拄来到5月份，全台各地温度就超过30度，敢若行路就直直流汗。气象局讲，接落来一礼拜，全台各地拢是高温烧热的天气。各地的高温，这以东半部地区来说，都会在31度左右，然后在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都在34、5度以上。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。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，其实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到晴，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。气象局嘛发布高温警示，东南部地区受小风影响，中昼前后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可能会有38度的高温，南投县、嘉义县、台东县拢是黄色警示，有36度的高温。另外，太平洋高压增强打伫台湾，北边的方面受阻挡，无法度到台湾。原本应该是梅雨季，不过未来一礼拜拢是好天，什么时阵才会落雨？就期待太平洋高压能弱一些些，减弱以后，梅雨锋面才会顺利南下，影响我们的天气。但是未来1周，我们看太平洋高压还是势力是强盛的。但是5月到6月都是梅雨季，甚至到6月这段时间，太平洋高压强度会不会有机会减弱，让梅雨锋面会带来比较多的降雨？其实这部分很多资料都还在变化。中南部水库强要大底，要是无落雨，现阶段民众要是较欠咧用水，安尼才会使做伙度过大水期。